大家好，我係老俊。上回講完太平天國，今次講一下關於平定太平天國嘅曾國藩。主要係在於佢嗰個座右銘立賢、立德、立功着墨。佢一生喜樂好大，佢喺宦海浮沉數十載，最後仍然能夠全身而退。佢雖然功績顯赫，擊敗太平天國而令清朝得以中興，但係並非毫無挫折噶。官場上嘅兇險有時比戰場更甚。須知佢身為漢人，喺當時滿洲權貴及八旗嘅勢力底下呢，仍有好大嘅矛盾嘅。但係佢個成功呢，係在於後現代嘅管理文化。咁何謂後現代嘅管理文化呢？因為現在瞬即過去，我哋係唔能夠以一套既定嘅管理方式一成不變咁運用落去嘅。後現代者就是以萬變應未來嘅萬變，我哋先至不至於落後而被社會淘汰。當中少不免涉及人事上嘅問題，亦是一般管理人員感到棘手嘅問題。就攞曾國藩做例子，佢嘅一生呢，可以話經歷兩個截然不同嘅階段。道光18年，27歲嘅佢呢，就終於就成為進士。佢之後呢，佢任嘅官職呢，係歷遍禮兵工刑吏部侍郎，但係佢所到之處係樹敵無數嘅，曾經爭啲俾幕僚要圍毆佢，要躲喺上司嘅身後。原因係當時佢用嘅就係官僚管理，一成不變咁愛好挑剔批評，擺官威。道光死後，到咗咸豐元年，做咗13年嘅官呢，佢係因為母親去世，嗱，佢心灰之餘呢，就回家奔喪，靜落嚟呢，就將經過逐一深思反省。有多年官場經驗嘅佢呢，就迎嚟佢嘅轉折點，去實現佢嘅後現代管理。咁所以講白啲呢，就係適時改變待人嘅態度同埋處事嘅方法，以最終效益作為一個平衡點。咁其實喺清朝道光年間，太平天國已經起義啦，迅即席捲全國。滿清政府以八旗軍同埋呢個綠營兵去抗擊，但係呢個兵制係開始腐敗積弱，對抗太平天國已經無濟於事，所以就有朝中大臣提議以漢治漢。所以呢，咸豐呢就起用曾國藩組織湘軍，即係今湖南等地嘅民族，性情係比較兇悍嘅，去徵剿太平天國。咁曾國藩呢個時候待人處事呢，就以立賢、立德、立功為基本，咁甚得到下屬嘅愛戴同埋擁護嘅，成功牽制咗太平天國。立賢就係呢，佢唔再隨便挑剔批評，反而到處拜訪討教，禮賢下士，又懂得呢與人哋相處之道。嗰陣時候清朝已經一窮二白噶啦，對於內部嘅花費呢，係由真金白銀呢就改為類似記賬抵銷，咁多少就損害咗啲人嘅利益嘅。咁曾國藩當時係集中咗軍政於一身，佢明確表示之前嘅許諾不變，項目交付咗之後呢，我照付相關嘅費用。咁至於新制呢，容後先至再商榷啦。以立德服人，佢唔俾人蒙受損失，要做到皆大歡喜。平亂呢就係立功啦，挽救咗清朝嘅滅亡。咁我哋下次呢再繼續探討下佢嘅管治，歡迎你哋喺下方留言討論。我係老俊，下次再見。